哦，你说转左？2个孩子觉得演说词沉闷，决定不听了。他们在此没有听。谢谢，赐给我薄饼、碟子、杯子，还有糖，耶稣，淡淡前夕，感谢所有的礼物，朋友、兄弟朋友。爸爸的朋友，妈妈的朋友，阿门。我不说。有时候只需要开动摄录机，由它录影，你可以拍到蓝天、海浪，还有狗。小姐过来，我在红色火车后面。看，我在广场见3个孩子想加入。当心来了！瓷器店在哪儿？大家去了哪儿？我弄断了指甲。我爱斗牛，不用布，我可以摆臀。我要出言侮辱他，牛角很难看。过来呀，我是喜剧天才。别这样，走开！走开！不，我的裤子！回来！看我不用裤子，我是个笨蛋。来呀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第1集，裤子的问题。身为整容师，我看是由于身躯，一般的身体是沙漏形状，如果腰部变粗的话会变圆锥形，这样可解释为什么裤子会掉下来。这种解释很简单。主要的稳定指标在于皮带扣，如果指向天没有问题，如果指向脚趾当心。据科学原理，裤子一定会掉下来，不能往上飞，会违反地心引力的。为什么问我？是一种潜意识，掉裤子为了是吸引人，还有就是不是新娘新郎要受别人的注意，另外是不正常的心理状况，也可以说是裤扣松脱了。
有个小女孩怕圣诞老人。好，卡罗中子来数一下英文字母。我是卡洛，会数 A B C A B C。我是卡洛，数 A B C A B C 啊 A B C A B C A B C